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領風一周新聞焦點。今日係2025年3月14日，我哋為大家準備咗幾則熱門嘅多倫多房地產新聞，仲有最新樓市資訊，記得睇到最後。經歷多年延誤之後，Eglinton Crosstown LRT 終於落實，將於今年9月正式通車。呢條全長19公里嘅輕鐵線，橫跨多倫多市中心東西方向，連接 Kennedy 站同 Mount Dennis 站。全線設有25個車站，將大幅縮短通勤時間。根據 Metrolinx 數據，通車後，Eglinton 沿線居民嘅通勤時間預計可縮短最多60%，亦有望減輕 Eglinton Avenue 上嘅交通擠塞問題。對沿線樓市嚟講，呢條輕鐵將會提升地區吸引力，特別係對投資者同自住買家而言，擁有更方便嘅公共交通係一大優勢。多倫多公共交通基建一直係房價增長嘅關鍵因素，未來 Eglinton 沿線物業價格可能會有進一步升幅。講到樓價走勢，加拿大央行最近宣布減息，市場反應亦相當關注。加拿大央行宣布將基準利率下調至 2.75%， 低於市場預測嘅 3.00%。今次降息係自2020年以來最明顯嘅減息行動。目的係應對經濟增長放緩同抑制持續高企嘅生活成本。對於房市而言，利率下降意味住按揭供款負擔減輕，特別係浮動利率貸款嘅業主，可能會見到即時減少每月供款壓力，而首次置業者亦可能更容易獲得按揭批核，帶動市場需求回升。但要留意，雖然利率下降可能會令樓價止跌回穩，但亦可能令需求增加，最終推高樓價。而喺政壇方面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即將卸任，將由新領袖接棒，可能會帶來新政策影響樓市。執政超過9年嘅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將於3月14日正式卸任，由自由黨新黨魁、前加拿大央行行長卡尼 Mark Carney 接任。卡尼曾經領導加拿大央行同英國央行，係國際知名嘅經濟學家。市場對卡尼接任總理一職反應不一，部分經濟專家認為，佢嘅貨幣政策經驗可能有助於應對加拿大當前嘅經濟挑戰，包括房價高企同生活成本壓力。但另一方面，政壇變動可能令投資市場短期內出現波動。新政府政策將會對樓市走向帶來一定影響，特別係房屋供應、貸款政策同租務市場等方面，買家同業主需要密切關注即將推出嘅新政。隨住建築業勞工短缺問題加劇，多倫多多間發展商開始引入機械人技術，加快施工效率。自動化技術已經應用喺鋪磚、混凝土澆築同裝修等範疇，有望減低人手不足帶嚟嘅影響。目前市場上對房屋需求仍然強勁，但勞工短缺導致建築成本上升，影響供應速度。如果機械人技術能夠進一步發展，未來建築成本或有機會穩定。但機械人技術發展仍然處於初步階段，並未能完全取代傳統建築工人。為應對人手短缺問題，加拿大移民部宣布推出全新建築工人永久居民途徑，計劃針對已有加拿大工作經驗的建築工人，提供更快捷的移民申請機會。呢項計劃將有助吸引海外技術工人填補市場缺口，減輕建築業人力資源壓力。對於房地產市場而言，增加勞工供應或有助穩定建築成本，進一步影響樓市發展。如果你有買樓或者賣樓嘅打算，記得聯絡領風地產，我哋嘅專業團隊幫到你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內容有用，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們嘅頻道，並開啟小鈴，咁樣就唔會錯過每週最新嘅房產資訊。